即马入秋啊，这长堤城的民众要注意哦，因为有民众去互绑定，伫新北市瑞芳这山区呢，搁再传出着爬山民众互绑定着意外，有5名民众今去到瑞芳附近的山区爬山，却互绑攻击。这5个人意识清楚，送病院治疗，其中一个有急性阳血症状。队员表示讲，因受看到规定旁想要闪开行别条路，想要到医院去互绑定。过路爬山的人逢送去急诊，手骨拢招互绑定着的热。原来爬山的时阵去互规定绑攻击。我们看到的时候都尽量闪嘛，伊就围过来啊。想去互绑攻击的过程，队员也是真惊吓。这队是新北甲基隆来的爬山的人，拢总5个人，要伫瑞芳区甲基隆甲界的山区爬山。第25早起10点左右，5个人互规定绑攻击。送医的4个人当中，有1个人因为镜头严重，目前也搁伫加护病房。有一个个案，他是有休克，而且现在的生命象征是稍微有点危险。因为20有一队20人的爬山团，同款伫瑞芳山区去互规定绑攻击，造成2个死亡，9个受伤。少年线发生规定绑顶伤人的事件，学者提醒，逐年9月至11月拢是绑定活动高峰期，建议看到绑定也是爱离较远的。他如果只是警戒在你旁边绕来绕去，只是在观察你，那你也观察他就好了，你不要做出任何动作。好，你在这时候你如果跑，他可能你会吓到他，他反而就会盯你。学者表示，台湾即马有8种虎头蜂，其中以中华大虎头蜂甲乌白虎头蜂威胁上大。建议民众爬山时阵，唔通穿深色的衫也甲喷芳水。若做发现一寡蜂伫背，安尼就爱洗路甲闪开，袂使用赶的也是攻击，以免规定蜂拢拼出来。若是互绑定，爱赶紧送医，避免使用氨水也是药，以免延误就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